今次用一啲實例同大家分享下我用 Microsoft Excel 嘅心得同技巧，希望可以幫到大家應用喺日常工作裏面。今次嘅示範係一間飲食集團為員工提供優惠預先訂購產品。我哋要收集各部門訂購記錄後，將產品分發到各部門，同時要製作銷售報表，計算電子付款手續費，分發送貨總表，部門同員工簽收記錄。咁呢個實戰嘅檔案呢，大家可以喺資訊欄內下載。建立一個概念，預先將會用到嘅範圍定義為範圍或者表格，例如為 info 頁內 A2 到 B5 定義為表格 product， 之後用名稱 product 代替 info 頁內 A2 到 B5。定義一個表格，第一，先喺 info 頁內揀選 A1 到 B5， 第二，按 Ctrl 加 T， 第三，確保選項我嘅表格有標題為揀選，再按確定，第四，為表格名稱更改為 product。表格設計選單將會於建立表格後顯示。而家開始 ，product 代表 A2 到 B5，product 產品代表 A2 到 A5， 同埋 product 售價代表 B2 到 B5。而家我哋試下將定義咗嘅名稱放入函數 sum 裏邊應用。咁喺 B7 輸入等於 sum product， 售價就能計算出824。咁如果唔用名稱 product 售價咧，就會變成等於 sum B2 到 B5 啊。跟住我哋逐一為 payment method 同 staff 定義為表格。然之後會定義幾個範圍，等一陣設定資料驗證嘅清單嗰陣時，可以直接使用。如果想睇返定義過嘅項目，可以係公式選單下嘅名稱管理員查看到每個定義項目嘅內容。建立 order 表格去記錄訂購嘅資料，包括輸入嘅日期、訂購人、產品、數量、付款方式、轉賬日期。其中訂購人、產品同付款方式係通過資料驗證中嘅清單下拉單表預設選項輸入。其餘嘅單價、部門及內線係通過 VLOOKUP 向其他表格查詢，而金額則自行計算數量乘單價。函數 VLOOKUP 向其他範圍查詢後，傳返符合找尋項目嘅指定欄位。VLOOKUP 需要填寫4個參數：第一，找尋項目；第二，找尋範圍；第三，傳回第幾個欄位；同第四零代表傳回完全相同值。
函數 pivot by 可以將表格 order 內資料整合變成一個單表。pivot by 有4個參數，第一喺欄，第二喺列，第三喺數值，第四喺數值處理方法。如果我哋冇定義範圍，就要用呢一個寫法，比較難明同較長。函數 SUMIF 可以傳翻合乎支付方式嘅總數。SUMIF 有3個參數：第一找尋範圍，第二找尋準則，同埋第三加總範圍。B6 儲存格填上 SUMIF order 付款方式 A6 order 金額，就可以計算該支付方法嘅總數。喺 C6 填 VLOOKUP A6 payment method 20，喺 D6 填 B6 乘 C6，喺 E6 填 B6 減 D6。函數 filter 可傳回範圍內合乎篩選準則嘅資料。filter 有3個參數：第一範圍，第二篩選準則，同埋第三當冇符合準則嘅時候顯示。當填 filter order 部門等於 B5 時就出呢個結果啦。但我哋只係想要2、3、4欄，所以要再加上 choose course。函數 choose course 可傳翻範圍內嘅特定欄。choose course 有幾個參數：第一範圍，第二傳翻第幾欄，第三傳翻第幾欄，如此類推，將所需嘅欄位逐一填寫。喺儲存格填寫呢條函數組合就可以傳回呢個結果。之後再定義 items 同 quantity 俾之後嘅 SUMIF 去使用。
最後為部門設定資料驗證去下拉單表。咁今次嘅分享就去到呢度，大家可以留言俾我你哋遇到嘅實戰問題。拜拜啦！